都好耐冇見啦，咁啊最近啊忙緊做緊程式交易啦，咁啊已經係上咗去普德信啦，同埋已經咧係最近呢幾日咧個市升翻咧就已經開始有盈利嘅啦，咁而且都係唔錯添，咁啊一路執嗰啲問題啦，一路做啦，由1月1號開始一路做到而家，咁係今日去到而家咧就已經有盈利嘅啦，咁啊等我 program 一路行落去啦，同埋嚟緊咧就會改動會有一個大改動啦，結構嗱，咁今日咧就唔係講呢啲嘅，今日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嚟緊嗰個英國嘅移民白皮書咧嗰個諮詢期就嚟完結啦。我唔知你哋填咗嗰份諮詢文件未啦？咁樣就嗱，咁佢就會將B1改做 B2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咧，要喺5年入邊咧有3年嘅入息咧，每年咧係要超過好似係12570英鎊嘅呢一個數嘅。咁咧所以咧就搞到咧我哋啲 BNO Visa 咧而家個個咧都好頭痕。咁咧今集條片咧就幾難聽嘅啲嘢，即係啲説話咧都幾難聽嘅，所以唔啱聽嘅話咧，你就要而家就要熄咗條片噶啦，就唔好再睇啦，同埋俾 unlike 同埋 unsubscribe，知唔知道？嗱咁咧，我咧自己個人覺得咧，佢就係冇過渡期，4月1號諮詢完結，正式4月1號即時實施，所有人無論你係咩人又好。你 BNO Visa 又好 Working Visa 又好 Student Visa 又好，所有人4月1號打後入紙申請 ILR 嘅，即係永居，即係 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全部都要有 B2 英文，同埋要喺5年入邊有3年入息係要超過呢一個12570每年英鎊嘅。點解我咁覺得咧？點解我覺得佢係會一刀切咧？因為根據英國過往嘅政策咧，就係譬如佢而家要申請 Working Visa 咧，佢啱啱咧都係1月7號咧，都係即日就 cut 嘅。你一申請 Working Visa 咧，全部都要 B2 嘅，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定會當你係湊四嘅。你哋香港人嗰啲咩追光者啊、咩機構 Hong Kong Watch 啊，全部都唔會理你哋㗎，冇人會理你哋。咩示威啊、咩簽。你簽幾多份嘅嗰啲聯署啊？佢而家你平時咪簽開聯署都冇撚用。我講多次都冇撚用，除非你攞支槍指住佢頭嘅啫，即係否則你拳頭唔夠硬咧，係冇人理你嘅。咁你唔係喎？你話喂唔係喎？我哋好多 MP 咧都代表我哋香港人發聲喎，其實都係冇用噶。佢哋只係為咗佢哋張選票，因為你哋嗰個區好多香港人。所以佢先至幫你發聲，佢係諗住張選票㗎咋。其實你入唔入到籍啊，你永唔永居到咧，佢哋係 fucking care 噶，who fucking care？知唔知道？咁所以咧，你哋就要有所準備。我今日講條片咧，就係話，萬一你哋真係搞唔掂，咁你哋會嚟緊，你哋會遇到啲乜嘢？你哋應該之後條路應該點樣行？即係我係俾一啲 solution 或者一啲出路你哋，就唔係去安撫你哋啊，冇事嘅冇事嘅。阿趙博啊！阿趙博我都有睇啊，佢就話咧一定會有過渡期，可能係半年啊、1年啊，甚至乎係2年，即係我唔知係幾多啦。但係我覺得個政府係英國政府係唔會有啊，即係我就咁睇佢過往往績咧，同埋而家呢個政府咧係唔會理你哋噶，因為你哋係湊四啊，明唔明啊？係 who fucking care 啊？你啲票唔夠人多噶，所以4月1號係直 cut 噶，咁所以係冇過渡期，係乜都冇。譬如佢4月1號點樣直 cut 法咧？就係我4月3號我可以入紙申請永居 ILR 啦。唔好意思，你如果冇 B2 喺當時冇 B2 嘅話咧，麻煩你要續你個 visa 啦，或者咧呢係你有大學嗰張畢業證書證明啦。不過要係英國本地大學喎，一定要。如果你係香港畢業嘅大學咧，你要攞一份英文教學證明啦，同埋你要去嗰個機構嗰度咧認證你張證書，你先至 upload 上去嘅，否則都係冇用，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佢係會一刀切，佢係唔會理你哋嘅。呢一個就係我嘅諗法。咁我當然啦，我太太都有同我打賭啦，佢就話不如賭1000磅啊。我老婆咧，即係太太咧就話一定會有過渡期，甚至乎去到有2年嘅過渡期俾你。咁咧我就覺得一啲都唔會，係4月1號直 cut。
諗都唔使諗啊，係即刻啊！咁咧就到時咧就真係咧有好多香港人咧，你都冇辦法，你都唔到你有得揀啊！因為你咧一係咧你又夠搭水，俾錢咧不停續 visa，續到65歲、67歲咁先入籍。一係咧你就唯有咧就咬緊牙關考個 B2。咁你見到而家呢本 B2 咧，就係咧，因為我知道老婆唔掂啦英文，咁咧所以我就買翻嚟咧，好早咧11月20號咧，佢一出個白皮書嗰一日咧，我一見到嗰個 mandatory 嗰度咧要求咧要係 B2 嘅啦，我即刻已經訂咗一大沓嘅英文俾佢咧，開始操卷㗎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咧呢個就係面對嘅事實，得唔得？好啦，咁而家有幾個情況啊，就係話譬如咧有啲爸爸得，有啲媽咪唔得。咁咧而家仔咧就嚟到18歲啦，咁呢啲點做咧？咁我就建議咧，仔咧就可以續住2年半嘅 visa，因為可能未17歲啊16歲，咁就嚟可以自己入紙申請㗎啦嘛。咁你咪就叫佢自己入紙申請咯。咁就佢哋可以自己考英文，考 Live in UK Test。咁咧至於譬如媽媽咧唔得嘅，英文唔得嘅，咁啊申請5年。咁你5年入邊咧，唔該你溫好英文去，或者揾到份工超過呢一個收入，咁就 OK 嘅啦，明唔明啊？咁咧呢一個係其中一個 case。好啦，另外一啲咧冇錢嘅，英文又唔掂嘅，工又揾唔到嘅，咁咧你就真係要咧，你去香港嗰度咧買定，睇下數剩幾多錢，買定機票，你要翻香港噶啦，冇辦法。你細路仔咧，其實最大問題都係細路仔。因為你讀咗咁多年英文咧，冇學過中文咧，你突然間翻去香港咧，你讀翻中學咧，哇！你點追啊？咁所以咧，你哋就要同佢溫定中文噶啦，因為你冇錢啊嘛，你冇錢啊，因為你一定要翻去啊，你冇得賴死啊，你喺度明唔明？而家要拚你走啊！即係你連即係你做咗幾多次 visa 啫？如果你真係冇錢嘅話，明唔明啊？咁你就要買定機票翻去噶啦，揾工啊，即刻翻香港。你要諗定辦法喺呢邊揾定香港嘅工㗎啦，跟住就申請同個細路點樣 pick up 翻啊，呢啲數學啊、中文嗰啲㗎啦，跟住就翻香港考 DSE 㗎啦，知唔知道啊？就係咁咯。咁跟住另外一啲咧就係你嘅老人家啲都係冇辦法，你考唔到，即係你嗰50幾啊60歲嗰啲咧，有啲英文唔係咁好咧，你真係冇辦法考到，你係要諗㗎，你係要諗一係續到去65歲，一係就你係攞嚿錢出嚟。續到65歲，否則的話咧，你都係要翻香港噶，你都搞唔掂。咁所以咧，説話就好難聽嘅。咁當然啦，我平時係登開嘅，希望我登到你哋啦，即係希望我夠光啦，夠光啊，夠登啦。係我老婆嘅話，我太太啱啦，係會有半年啦，至到2年嘅過渡期嘅，或者甚至乎唔會一刀切嘅咁樣。咁啊，最鬼猛嘅呢樣啦，其實佢。而家咧最大問題就係去搬龍門啊嘛，上網咧喺 Flat 嗰度咧，仲好多友仔喺度講啦。喂 B2 唔係難考啊，B2溫下書啊都 OK 啊。但係我想講好多人英文嘅底咧係好差噶。如果你當初話要係 B2 嘅，或者甚至係入息要求嘅，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唔會過嚟啊。你諗即係我都會，如果你要 B2 嘅話咧，我一睇完個課程嘅話咧。即係我都會考慮下先過嚟，但係你而家擺明就係搬龍門嗰啲，咁你喺 Flat 度咧有啲友仔咧，多數都係咧讀完大學啊、80後啊嗰一紮人嚟嘅。咁咧成日咧都話B2 好易考啫，你溫下書應該實過到嘅。咁但係咧佢又冇諗過其他人嘅，即係有啲咧就50、60歲嗰啲點讀啫？大佬你當初你個規定，你個要求係 B1 啊嘛。喂，如果我見 B1 我唔掂嘅，我就唔會過嚟啊！我連 B1 都唔掂嘅，我就唔會過嚟。你明唔明啊？唔係話融入生活，屌我夠肉，我而家都夠融入㗎。我成日都有啲鬼仔出嚟飲酒啊、食嘢啊、打機嘅，我呢度冇問題喎。咁所以呢班友仔啊，即係 Flat 度嗰啲咁嘅友仔咧，呢班咁嘅契弟咧，即係你不如話，如果英國政府啊要你碌鳩長過10寸啊，否則你入唔撚到籍啊，咁得唔得啊？咁樣搬龍門，你碌鳩長唔長得過10寸啦？我睇你班撚樣啊，最多咪得3cm，頂盡扯盡得3cm，你邊撚度有10寸啊？我就得，你明唔明啊？即係人哋搬龍門，你仲要喺度，即係同人哋抬轎嘅，真不撚之所謂呢班咁嘅冚家產。好啦，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咧，你要諗定一個後路，就係話，喂，
究竟係等到個細18歲啊去入籍，咁啊父母唔入籍，咁樣得唔得咧？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咧我冇睇錯嘅話咧，喺上面啲一啲 YouTube 啊，我冇睇錯嘅話咧，你如果係住超過10年嘅話咧，你就算翻咗香港咧，你死鬼咗咧，你個小朋友咧都係要交遺產稅嘅，包括你香港嘅物業同埋所有資產，全球嘅所有資產，你都係要交遺產稅嘅。咁所以咧呢度咧，你哋又係要諗咯，明唔明啊？咁佢哋點解要抌到你哋咁耐啊？仲有喎，你冇諗住續到 Visa 等到小朋友18歲 OK 喎，Reform UK 上台噶咯喎，佢會一嘢剁晒你個全部，好似美國咁用 ICE 咁你烹 Q 晒你走啊！所以你一定要諗埋呢一樣嘢咯，知唔知啊？所以我話今日條片係好難聽嘅，所以咧你要自己諗定辦法啦。明唔明啊？好啦，咁啊今日講咗咁多先啦，咁就係咯，咁啊睇下4月1號係咪如我所講啦？真係一刀切啦，我好夠登啊，我希望我登到啦，係咪？OK，咁講咗咁多先啦，就嚟開始，拜拜。